提起山西，唔知大家會諗起啲乜呢？係灰蒙蒙嘅天空、黑紋紋嘅煤礦，定係富到漏油嘅煤老闆？其實呢啲都係帶有誤解色彩嘅標籤。對於旅行者，尤其係古建愛好者嚟講，山西係一個不可多得嘅旅行地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en， 一名不自由嘅攝影師同埋視頻創作者。所謂地上文物看山西，呢期旅行攻略，我將用5日4夜嘅時間帶大家行入呢個被忽略嘅低調嘅旅行目的地，同時都為大家帶嚟一啲實用嘅山西旅行信息。如果五一長假唔想人逼人，同時又中意探尋古建同埋歷史文化嘅話呢，咁山西就一定適合你啦。因為山西可以睇嘅嘢太多，同時都太分散，5日時間無法做到面面俱到，所以呢期攻略我就按照自己每日嘅行程同大家做分享。時間線喺上邊，大家可以照搬我嘅行程，亦都可以根據自己嘅情況適當進行增減。慣例先送上我呢次嘅行程總覽，大家可以截圖保存作為參考。第一日到太原之後，我就馬不停蹄咁坐高鐵直奔平遙古城。平遙縣有2個火車站，一個係平遙古城站，另一個係平遙站。大家唔好睇個名就以為平遙古城站離古城近，其實啱啱相反。平遙站喺古城嘅西北角，出站後可以直接步行到古城嘅北門或者係下西門。而平遙古城站距離平遙古城7.4公里，出站後打車或者坐108路南線，大概25分鐘就可以到達古城嘅南門。平遙古城有2800幾年歷史，同四川阆中、雲南麗江、安徽歙縣並稱為中國保存最為完好嘅4大古城。平遙古城牆始建於明朝初年，經歷過多次嘅修葺加固，直到康熙43年修築咗4面嘅大城樓，先至形成如今嘅規模。古城城牆總周長超過6000米。城內至今依然保存住300幾處文物，近4000處嘅傳統建築。全城共有4大街、8小街、72條小巷道。喺航拍視角下睇，街道縱橫交織，建築排列有致，非常壯觀。呢度要注意嘅係，進入平遙古城無需購買門票，只要喺官方公眾號上邊預約即可。只有參觀古城入邊嘅22個景點先需要購買通票。如果時間唔夠嘅話呢，建議重點參觀其中嘅平遙縣衙、日升窗票號、文廟、中國標局博物館等等，呢啲都係了解明清時期嘅文化、社會、經濟同埋宗教發展嘅重要窗口。除咗通票上嘅景點，我個人更加中意遠離主幹道嘅小巷小路。古城商業街熙攘熱鬧，但一街之隔就寧靜得彷彿2個世界。呢啲大多數都係當地居民嘅居住地，冇過多嘅商業化痕跡，亦都鮮有遊客踏足。你可以喺度放慢腳步，去感受歷史沉澱同埋生活氣息嘅相鄰相融。以下係平遙古城嘅實用信息，大家可以暫停截圖保存作為參考。晚黑我就迎嚟咗喺山西嘅第一場重頭戲《又見平遙》。《又見平遙》係一場大型嘅實景演出劇，佢講述咗清朝末期平遙古城票號東家趙翼石抵盡家產，僱用同興標局232名鏢師一同前往沙俄補回分號黃掌櫃嘅一條血脈，最終嚇死異鄉嘅忠義悲壯故事。乍眼聽似乎係一個平常嘅護標故事，但又見平遙嘅特別之處在於佢係一個沉浸式嘅演出。換句話講，觀眾唔單止係劇場嘅觀看者，仲係故事嘅參與者。因為我之前未體驗過，當時我入去之後，面對空曠嘅空間會感到有啲不知所措。但隨住劇情嘅推進，慢慢我就有一種代入感。步行穿過市井、街道、大院、城牆，有時覺得自己係鏢師嘅鄉親，有時覺得自己係趙家嘅賓客，有時則係聆聽呢段歷史嘅趙家後人。同時表演者亦都會深入人群之中，甚至同我哋對話，真真切切咁樣令觀眾成為戲劇嘅一部分。喺度我就唔劇透啦，大家有機會嘅話一定要去感受一下。喺我個人睇嚟到平遙古城可以唔睇城牆，可以唔睇古城入邊嘅景點，但係又見平遙就不得不看。當然啦，因為故事嘅時代背景嘅緣故，有啲情節唔係好符合現代嘅價值觀，建議大家欣賞嘅時候抱住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嘅心態，將佢睇作係了解認識嗰個時代嘅窗口就可以啦。以下係又見平遙嘅實用信息參考。第2日，我選擇暫時離開平遙，前往相對小眾嘅績口古鎮同埋李家山村。績口古鎮地處呂梁山西麓，黃河之濱，享有9曲黃河第一鎮嘅美譽，係晉商嘅發祥地之一。佢嘅繁榮源於驚險嘅大同積。所謂積，指嘅係黃河上因地形嘅起伏而形成嘅激流淺灘。大同積號稱黃河第2積，水急浪高，船筏難以通行，於是績口就成為咗黃河北幹流上水運航道嘅中轉站。鼎盛時期，績口碼頭每日來往嘅船隻有近200艘，各類服務商店超過300家。曾經熙攘嘅績口古鎮，走過200年嘅繁華，如今雖然嘅流行被遊客嘅腳印覆蓋，
響徹山區嘅駝馬陵被加長里短所替代，漫步其中，腳下係石板路，兩邊係高壓台，房檐連住房檐，店鋪挨住店鋪，斑駁嘅牆體展示住呢一座百年相浮曾經嘅繁華。職口位於山西省呂梁市，如果好似我一樣從平遙過去嘅話呢，因為冇直達嘅公共交通，所以會相對費時費力。我當時係喺某豬上揾嘅包車，平遙到職口古鎮到李家山村，最後返回平遙，總共650蚊。人多嘅話，選擇包車前往會方便好多。當然啦，可以通過換乘公共交通到達。喺度送上平遙同職口之間嘅交通攻略同埋職口古鎮嘅實用信息。從職口古鎮出嚟之後，我就前往距離古鎮5公里嘅李家山村。位於山西省呂梁市臨縣嘅李家山村，被稱為黃土高原上嘅布達拉宮。李家山村屬於窯洞式民居，窯洞層疊，錯落有致，成個村建立喺山坳之間。村中建築以窯洞式四合院為主，每個村落都有一塊喺山坡上闢出嚟嘅平整庭院，以及喺山體入邊開鑿出嚟嘅窯洞，非常有特色。當年李氏家族為咗適應職口鎮嘅商業需要，專門養駱駝跑運輸，因此呢度都係提供駱駝歇息嘅村落，算係曾經熱鬧一時。而如今嘅李家山村幾乎只剩翻老人家留守喺村入邊，對比起職口古鎮，呢度嘅遊客更加稀少。我去嘅嗰日啱啱好係陰天，配上凜凜寒風，頗有蒼涼消失嘅意味。第3日，我將遊覽嘅重點放喺平遙古城周邊嘅2座重要建築。1997年，平遙古城以1城2址嘅文化資源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，其中嘅2址指嘅就係我今日要前往嘅鎮國寺同埋雙林寺。鎮國寺位於平遙古城東北14公里開外，受遼朝崇信佛教影響，漢睿宗劉軍於天會7年喺城內修築京城寺，明嘉靖時改名為鎮國寺。鎮國寺經歷過多次重修重整，現存共有2進院落，包括萬佛殿、天王殿、地藏殿等嘅主要建築，其中最唔可以錯過嘅就係萬佛殿。鎮國寺嘅萬佛殿係中國現存最古老嘅木結構建築之一，大殿出檐深遠，木構層層遞進，相互交織，莊嚴肅穆而又氣勢非凡。而殿中嘅彩塑更係值得一睇。鎮國寺共有77尊唔同時期嘅彩塑，其中萬佛殿佛壇嘅11尊最為珍貴，每尊都形象逼真，栩栩如生。尤其係佛祖釋迦牟尼主像，全身金裝，神態自如，盡顯威嚴神聖嘅氣勢。呢11尊5代塑像係全國寺廟殿宇中保存至今嘅唯一5代作品，可以算得上係稀世珍品啦。另一座重要建築雙林寺位於古城西南嘅12公里開外，佢嘅初始建造年代已經無法追溯，有記載最早係喺距今1400幾年嘅北齊時就進行過重修。雙林寺中軸線上有3進院嘅10座殿宇，分佈其中嘅圓明彩塑共有2000幾尊，其保存之完好、數量之集中為國內罕見，因此雙林寺亦都被稱為亞洲塑像博物館。寺中我個人最中意嘅係第2進院嘅千佛殿同埋菩薩殿。千佛殿內有彩塑上百尊，佔全寺嘅1/4，主像自在觀音圓潤恬靜，鼻高嘴細，柳眉鳳眼，頗有一種典型嘅東方女性嘅神韻。殿內四周密佈圓塑同埋壁塑，眾多塑像分5到6層排列，姿態萬千，同主像渾然一體。而西側嘅菩薩殿，殿內佈局同千佛殿相似，正中央係千手觀音像，觀音菩薩結跏趺坐，面目圓潤，細膩潤澤。觀音塑有13對手，均持有唔同嘅法器，身後同埋兩側共置有400幾尊嘅塑像，均腳踏彩雲，衣物彷彿隨風而動，可謂巧奪天工。以下係鎮國寺同埋雙林寺嘅實用信息參考。咁參觀完鎮國寺同埋雙林寺之後呢，我喺平遙嘅行程亦都告一段落，跟住落嚟將搭乘高鐵前往另一個城市大同市。平遙古城站有高鐵直達大同，車程大概3個半鐘，推薦住喺大同古城入邊，因為大同城區嘅主要景點都喺古城範圍內，相互之間步行可達，非常方便。嚟到大同，第一個目的地就係華嚴寺。華嚴寺得名於佛教經典《華嚴經》中嘅慈悲之華，必結莊嚴之果。寺院始建於廖崇禧7年，係中國現存嘅10幾座華嚴寺入邊，佔地近8畝嘅大同華嚴寺係其中規模同埋名聲最大嘅一座，氣派遼闊，無處不展現出遼金培都嘅雄渾大氣。華嚴寺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嘅朝向係坐西向東，因為華嚴寺始建於契丹族所統治嘅遼代。喺契丹人眼中，佢哋所擁有嘅一切都係太陽神所賦予，佢
佢哋中意清晨打開門就可以見到太陽，於是寺院建築就成為咗佢哋嘅精神同埋信仰嘅反映。華嚴寺分為上華嚴寺同埋下華嚴寺。上寺以大雄寶殿為中心，係我國現存嘅規模最大、保存最為完整嘅遼金佛殿。殿內四周繪有21幅巨型壁畫，描繪各種人物5000幾個，內容包括佛本生故事圖、準提佛母圖等等。下華嚴寺嘅主要建築係薄伽教藏殿，殿內共有塑像31尊，其中29尊為遼塑。呢啲彩塑代表咗遼代佛教雕塑藝術嘅巔峰。但可惜嘅係工作人員謝絕咗我拍攝嘅申請，所以呢度就冇視頻啦。大家到場一定要感受一下。華嚴寺另一個參觀重點係華嚴寶塔，佢係繼大名鼎鼎嘅應天木塔之後，全國第2大純木榫卯結構嘅方形木塔。寶塔高43米半，明3層暗2層，共高5層。塔下係由100噸純銅打造嘅銅質地宮，供奉住高僧舍利同埋過千尊佛塔，金碧輝煌，規模為全國之最，因此又被稱作為千佛地宮。跟住落嚟送上華嚴寺嘅實用信息參考。如果話前幾日嘅古城同埋寺院俾咗我預期入邊嘅精彩嘅話呢，咁跟住落嚟嘅大同博物館真係意料之外嘅驚喜。大同博物館現有館藏文物超過17萬件，包括北魏、遼、金3代嘅精品文物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博物館嘅燈光、佈置、裝潢以及陳列都帶有一種非凡嘅氣度，可以體現出山西作為文物大省嘅自信同自豪，以至於我完全沉浸喺館內嘅氛圍入邊，冇乜點影相同埋視頻。所以下邊呢，我借用博物館嘅官網嘅圖片嚟同大家做簡單嘅分享。大同博物館目前分為常設展覽同埋專題展覽2大模塊。2個專題展覽分別係大同恐龍、梵語清音。常設展覽以大同歷史文化嘅地域特色為主線，包括滄桑代地、魏都平城、遼金西京、明清重鎮4個歷史陳列。滄桑代地位於博物館嘅1層，展示咗從舊石器時代一直到秦漢時期嘅人類活動痕跡。許家窯人遺址、大同湖生態與動物化石、青瓷窯遺址等舊石器時代出土嘅文物盡現眼前。魏都平城位於博物館嘅2層，展示咗大同地區最輝煌嘅時期。公元398年，拓跋圭遷都平城，此型宮室、建宗廟、立社稷，開啟咗呢度作為北魏都城嘅近100年歷史。遼金西京位於博物館嘅3層，遼金時期呢度成為咗中國第2大民族大融合嘅重要舞台。喺呢個展覽入邊，可以近距離咁感受沉睡千年嘅銅器、金銀器、瓷器、繪畫、雕塑等等嘅藝術珍品。明清重鎮同樣位於3層。當年嘅大同經歷過烽火連天、刀兵相接嘅慘烈戰爭，亦參與過鑄劍為尼、商貿交通嘅和睦往來，更見證咗富甲海內、匯通天下嘅晉商嘅崛起。呢度展出嘅兵器火炮、家具陳設、群釵環佩等等，無一不訴說住嗰一段段嘅歷史故事。從大同博物館出嚟已經係接近傍晚，但我依然覺得意猶未盡。上一次行博物館行到咁爽，仲係喺俄羅斯聖彼得堡嘅阿爾米塔什博物館。建議大家嚟大同嘅話，一定唔可以錯過呢座唔顯廢嘅寶藏。喺大同嘅最後一日，我專登一早起身，趕喺旅行團到嚟之前，前往呢次旅行嘅最後一個重頭戲——善化寺。假如你係古建愛好者，呢座遼金建築寺院一定會令你大呼過癮啊！善化寺始建於唐開元年間，明正統10年更名為善化寺。寺院內嘅主要建築天王殿、三聖殿、大雄寶殿沿中軸線坐北向南，層層疊高，錯落有致；而普賢閣、文殊閣左右對稱，主次分明。天王殿、三聖殿、普賢閣分為金代建築，其中三聖殿係我國現存最古老嘅金代木構建築，單檐無頂，正脊短，垂直弧線平緩開闊，屋檐翼狀翹起，檐下斗拱密集，形似盛開嘅蓮花，整體大氣而又不失優美。全中國現存嘅遼代建築僅有8座，而善化寺嘅大雄寶殿就係其中之一。面闊7間，進深5間，藻井同平旗各一，盡顯遼代建築嘅大氣同氣派。此外，大雄寶殿仲體現住少數民族喺文化建築中嘅融合，比如話形似蒙古包輪廓嘅門，就可以體現出契丹人民對家鄉嘅眷戀。一座遼代建築，3座金代建築，均存在於一寺之內，且無論規模定係完整程度都係全國之最。話善化寺係嚟大同必遊嘅景點，都絕不為過啊！提起九龍壁，可能有唔少朋友第一時間會諗起北京嘅九龍壁。其實喺山西大同亦都有一座九龍壁，
甚至乎佢比山西嘅九龍壁規模更加大，歷史更加悠久。大同九龍壁建於明代洪武末年，係中國現存規模最大、建築年代最早嘅一座龍壁，堪稱中國九龍壁之首。壁高8米，厚2.02米，長45.5米，兩側為日月圖案，壁頂覆蓋琉璃瓦，頂下由琉璃斗拱支撐。最引人注目嘅莫過於佢嘅壁面，由426塊特製五彩琉璃嘅構件拼砌而成，9條飛龍氣勢磅礴，飛騰之勢躍然壁上。OK， 咁以上咧就係呢期山西旅行攻略嘅全部內容啦。呢次除咗常規攻略之外咧，仲涉及咗一啲歷史嘅介紹，所以篇幅可能會長咗少少。5日4夜嘅時間，只可以窺探到山西豐富旅遊資源嘅好少一部分。但即使係咁樣，用目不暇接嚟形容，已經不足以表達呢次旅行所帶俾我嘅衝擊同埋震撼。喺古建古蹟中穿行，我唔止一次忍唔住感嘆，山西嘅朋友實在太幸福啦！咁多地上地下上千年嘅事物，喺時光流轉之後，依然可以以完整嘅姿態同後人相遇。呢個係歷史嘅饋贈，亦都係我哋作為中國人嘅自豪同埋福氣。可以近距離咁樣觸碰到真實嘅歷史，同古人喺唔同時空嘅同一個空間入邊交互，我諗呢個就係旅行嘅重要意義之一吧。呢期視頻就先到呢度，覺得呢份旅行攻略有用嘅朋友，記得點個3連加關注。你哋嘅支持係我繼續創作落去嘅重要動力。咁我哋下期旅行攻略再見啦，拜拜。